從心理學嘅角度嚟講呢，如果你正在面臨緊焦慮、抑鬱雙重嘅折磨嘅話呢，其實咧係你內心咧要你覺醒啦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呢啲兩種情緒纏繞緊你嘅話呢，其實咧已經話緊俾你聽，你個內心衝突咧已經去到一個極限啦。而呢個臨界點咧，正正推動你改變嘅一個契機嚟嘅。心理學咧有一個概念咧叫做黑色生命力。當人咧經歷咗極度嘅痛苦啦、抑壓啦同埋悲傷之後咧，其實反而咧佢會變得更加強大，就好似咧跌咗落個深淵嗰度爬翻出嚟咁樣。反而咧呢個係一個重獲新生嘅機會嚟嘅。點解咧我哋會俾焦慮同埋抑鬱困住呢？抑鬱嘅朋友咧好多時沉醉於過去嘅錯誤同埋悔恨裡面，反覆咧咁樣去咀嚼一啲已經唔可以改變嘅事情。而焦慮嘅朋友咧好多時困喺對未來嘅一啲恐懼，成日擔心咧一啲都未發生嘅嘢。呢兩種嘅情緒咧，其實好似一個無形嘅鐵籠咁樣，將我哋咧困喺一個負面嘅情緒當中，而令到我哋咧忽略咗一個好重要嘅嘢，就係當下啦。咁乜嘢係當下呢？當下咧就係你可以感受到依家每一個時刻，而且係你可以真正掌握到嘅時刻嚟嘅。相信自己咧係可以發揮無盡嘅力量同埋可能性。我哋咧要學識咧將注意力由過去同埋未來拉翻到依家當下。呢個咧係打破焦慮同埋抑鬱嘅關鍵嚟嘅。我曾經咧都同你哋一樣，我係點樣可以幫助自己走出呢個陰霾呢？今日咧可以分享呢一啲具體嘅方法俾大家。第一點咧就係學識自愛啦。自愛唔係放縱自己，而係接納自己嘅唔完美，俾自己有足夠嘅鼓勵同埋支持。心理學家咧克里斯汀內夫講過，自愛咧係對自己深刻嘅理解同埋接納。只有真正咁愛自己咧，我哋先至可以喺焦慮同埋抑鬱裏面咧走出嚟嘅。第二點咧就係適當咁去保護自己。好多焦慮同埋抑鬱嘅朋友咧，習慣將矛頭咧指向咗自己，成日都否定自己啦，討好別人啦，壓抑自己嘅情感。但係其實咧，你需要學識嘅咧就係向外攻擊。係啊，你冇聽錯，向外攻擊，勇敢咧去為自己發聲，唔好咧為你傷害你嘅人咧去揾一啲藉口，唔好去偽裝一個毫無原則嘅好人。你係值得被尊重同埋保護嘅。任何咧冇辦法打低你嘅困難咧，都會令到你變得更加強大。焦慮咧同埋抑鬱咧，雖然可能會反覆出現，但係如果你已經戰勝過去一次嘅話咧，就已經有一個可以再次擊敗佢嘅能力㗎啦。當你面對咧每次嘅挑戰嘅話咧，你都會更加堅強同埋更加清醒。記住，你係比你想象中咧更加強大嘅。希望今次嘅視頻咧可以幫到你啦。我係 Charis，下個視頻見，拜拜。